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先生晚上好，我哋呢邊係華人特權俾電話你，今次打俾你係想邀請你今個週末參加我哋大灣區嘅房產考察團，完成2日1夜，提供3餐同酒店住宿，想約翻你今個週末過嚟參加我哋嘅團。你係幾個人過嚟啊，先生？我哋係羅湖口岸有豪華路巴接送你。邊度話？嚇？喺邊度話？我哋第一日去佛山順德市中心旁邊嘅公寓項目，第二日睇翻珠海橫琴觀海旁邊嘅黃金禧停車位，而且呢2日都有自由活動時間，帶你感受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同變化。今個星期六去羅湖口岸嘅1號門直行上車，出發時間係9點。你係幾個人過嚟啊？先生，幫你做翻個登記。睇乜嘢話？我哋去睇樓，我哋係睇樓團，我哋嘅團係純睇樓團，主要係睇樓為主。成個活動係有開發商全程贊助，冇任何嘅強制性消費。哦，咁樣，係。先生。嚇？我哋第一日到咗之後呢，我哋去當地特色酒樓食一個豐富嘅午餐，食完飯之後就去帶你睇翻位於佛山順德市中心嘅地鐵上蓋公寓項目。今次推出咗41平方至63平方嘅小戶型單位，複式買1平送1平，帶埋精裝修，總價45萬住一間房。今個禮拜因為庫存夠，優惠活動最多㗎，而且有酒店包租24小時半吉食服務，大租大管，每個月報低租金去到3500蚊一個月。睇完第一日嘅項目之後呢，我哋去享用翻一個豐富嘅晚餐，食完飯之後就可以入住酒店，當晚亦都有自由活動時間，可以感受到大灣區嘅變化以及風土人情。我哋住在中山坦洲嘅酒店下。第2日呢，我哋出發食完早餐之後，去到珠海日月貝等著名景點打卡。食完午飯去帶你去了解珠海橫琴口岸旁邊嘅車位項目。就正圍繞橫琴口岸旁，我哋嘅車位就喺澳門大學嘅旁邊，非常稀缺。依家呢，橫琴口岸24小時通關，經橫琴口岸7日性客流人超過2280萬人次，車流量更加大，停車加充電樁需求係一味難求。依家我哋推出咗市面上最新型嘅智能停車位，自帶智能充電樁，總價198000蚊一個。產權車位現成價，即買直收租，投資回報高。睇完之後呢，就去送你翻羅湖，或者可以送你翻港珠澳大橋，就可以坐車翻香港。成個2日1夜嘅房產考察團全程由我哋開發商統一贊助。我呢邊就約實你一位參團。你今個週六係香港邊度出發過嚟羅湖啊，先生？哦，我聽日得閒喎，你有冇時間啊？我聽日得閒喎。聽日啊？係啊，就聽日啦。咁先生你可以。係咯，仲等週末？傻嘅，聽日啦，聽日12點啦。咁先生方便問下你貴姓啊？我幫你登記翻啊，先日。姓林啊。林係咪？好。是但啦，你中意嗌我乜都得，就聽日啦，12點啦。咁林先生。咁你到時候係香港邊度出發過嚟啊？我走水路嘅喎，我唔係陸路嘅喎。係九龍嘅咩？冇關係㗎，我走水路㗎嘛。咁你係九龍新界定係港島啊？有關係咩？我行水路喎，你喺碼頭等我啦。哦，咁好，咁先生你先忙嚇。嚇？